喺長期關係上面最開心、最滿足、最成功嘅伴侶，極重要嘅元素就係佢哋係有選擇地去愛一個人，有自由地去做任何嘢。佢哋係有選擇嘅情況下係做決定，而唔係因為我冇選擇、我冇得揀嘅情況下，先至咁巧同一個出現咗喺自己生命嘅人一齊咯。唔係咁樣嘅，所以愛唔愛一個人，同唔同一個人長期一齊，都係應該係基於有選擇嘅情況下去做決定。每逢你 feel 到自己被逼冇得揀嘅情況下做決定，你做嘅任何決定，將來都係會後悔，最後搞到不斷，一係就埋怨自己，一係就埋怨對方，導致眾多嘅感情關係最終都係會失敗。究竟你可以點樣揾到你嘅 Mr. 或者 Mrs. Right 咧？點樣喺呢個充滿誘惑同選擇嘅年代揾到一個同你相愛又相容嘅伴侶呢？請你記住以下呢條充滿智慧嘅金句，就係寫到事啦。唔好再嘗試去揾一個合適嘅人，因為你應該聚焦去成為一個合適嘅人。要知道10分滿分嘅人係會吸引翻一啲10分滿分嘅人嘅。講緊嘅並唔係純粹外貌、外形、身材上面夠靚夠索夠性感，更加係講緊你同對方嗰個能量震動頻率上面、生活質素上面、溝通模式上面、價值觀上面、工作能力上面、社交關係上面等等，你係絕對唔會吸引到你想要嘅人嘅，除非你率先自己去提升到某一個層次，確保自己至少都係一個80-90分正嘅男人先，你先至會有資格去吸引其他80-90分嘅女人。如果你內外客觀地只係一個4-5-6分嘅平庸男人嘅話，難道你唔覺得提升自己嘅整體質素、提升自己整體生活上面嘅方式、提升自己自由自主嘅能力、提升自己性格上邊嘅多元性嘅話，係會幫到你吸引更高內外質素嘅女人咩？